所以那个也是如同我们平常在这个空中出现的彩虹，那彩虹自然就是不见的时候，那它也没有说去哪里，对吧？对。啊，那这样的去啊，那它也消失了，也不见了，消失在哪里？消失在空中。这样于无缘离现的境界中，稍许放松而入定。之后，当开始升起分别念事，将一切激情都名观为金刚萨埵萨土，并念诵。然后这个是后段的部分。我们前面呢，就是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接着一个下来的时候呢，没有太多的在一些外念跟胡思乱想的时间，对不对？因为我们就是在嘴里不断的在念诵，但是在内心也是不断的在观想，不断的在观想。观想的部分也是相当就是我们看一个电影一样，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出来，就是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在这个想象的这个空间当中嘛，对不对？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没有太多的，我们就想起一些时间的有的没有的很多的事情，我们就是本身有很多的事情，就是前面有我们要做的事情，过去的事情或者以后要做的事情，现在我们要正在实践的生活当中出现的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修持金刚萨埵修持念修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念百字明的时候呢，刚好突然我们一直在念百字明的时候，就刚好你约好的同时后天见面明天见面这些想起来的时候呢，有可能会跑出来啊。但是呢，有的这样的时候你就要知道，我心又跑了，我就没有再专心又把它拿回来，然后继续观想。这就是我们在修持这种身缘次第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在身体次第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一直的观想本尊，就是念诵本尊，就是等等到我们中间的这个怎么说呢？发射发光收光，或者是最后我们在圆满的，就是在收摄的整个的过程当中，都是因为在这个仪轨里面，就是有所可以观修的观相的一个这些方法嘛，对不对？那么这个心必须得要定在这个上面，这就是圆满的一个禅定的一个修持的过程。那从这个仪轨里面以外有任何的想法的时候，就要知道，我就没有专心，因为这里跑掉一点点。如果是认出来你没有专心的时候，那就是说明你的修持有进步。那一开始的时候呢，你就认不出来，一直念没有做阿曼达萨埵，阿曼达萨埵，或者是阿曼达萨埵什么一直念的时候呢，就是心里都会想，有的没有的，所有的事情都会想，但是呢，你就不觉得你心也是一直想其他的东西，但是呢，你就修持有一点成就的时候，那就是你的这个禅定的这种怎么说呢？定义能够出来的时候呢，你就知道我的心不专心了，我的心又跑了。认出来的时候就是很好的，所以这个呢，必须得一定要继续要努力的部分。于此功德，愿无等成就金刚萨埵准，无际众生尽无语，愿能安置于彼土。那么这个部分来说呢，就是最后的一个回向跟祈愿所有的功德回向于一切众生，同时呢，就是自己呢，就是自己以一切众生呢，就是变成以金刚萨埵的以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回向跟祈愿一起的。刚回向翻译文，身心转注所缘，不善他处，不假法显言，是语十分重要。好，接下来就没有特别重要的地方，我就不多解释了，大家要仔细的听啊。好。为若无此等时，如海底磐石，
宋受解无过。又云：进与不进，差千代；有无等尺，差10万。念修密珠时，如果贪杂一切属不什么不堪的闲言是语，那么他所念的密珠成为不清净已诵，如同虽然给予成经白银中掺杂少许黄铜或普通铜，但也只能成为非金或未平了，这也起不到成经银的作用。悟经良师也说：杂有其语诵1年，不如寄语诵1夜。当今时代，有些经战师也是同样，在大众中念经诵咒时，寄语十分重要。杂有优属给予的念经诵咒等，无有任何实意。尤其是做超度亡离整博士时，那些正在中阴界遭受怖畏、恐惧、痛苦等逼迫的众生，为了获利，为满怀希望的来到上师僧人们面前。如果上师僧人既不能明观等持，也不知足境界生命也，只是说些贪嗔之语，而且胡思乱想，则引那些中阴神具有神通知晓后，便对这些上士僧人生起邪见或嗔恨心，结果以此为缘而堕入恶趣中。此类上师有不如没有好，尤其是密宗金刚城所有的仪轨，即所谓的明观深次依据门，本来明观生气次第的要义，必须要依靠词句而观想。那这个以上的呢，就是不用特别多的解释，也大概也听得到啊。那这里面呢，就说我们有没有怎么说呢？那个念经或者是诵咒、持咒这些的时候呢，有没有怎么说呢？那个禁语和没有禁语的区别？有没有圆满等持？有没有等持的一个这些区别？这个方面来说非常重要。如果是与不禁语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念经、一般那个说话这些念1年莲花生大师说的就是要修1年，或者是在禁语去修1个月，那么这个功德都是一样的。那当然这里面就是有些地方就是完全没有用，这些方面我前面也所解释过的。那所谓的完全没有用，就是相对我们今天修持大圆满法，或者是修持深圆此地的时候，达到相同的这种成就的话，那就完全没有用，也并不能说是完全没有功德。功德是当然有，但是看功德的大小，所以这个比较重要。不然有些人就是说，就比如说前面念过了多少遍的咒语啊，后来看到了这些一样，那我前面都是没有契约啊，这样的时候呢，我前面修的全部都是不是完全没有用？有这种产生恐惧，然后就会这样产生恐惧的结果，他就改过来重新认真的修的话，那当然很好。但是没有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失去了信心，
然后觉得哎呀，我就10几20年这样修的，那现在都完全没有用的话，那怎么办呢？就是不如放弃了，有等等这种问题也有嘛。所以就这个里面，我们就是必须得要分别的出来，不是说完全没有功德。但是如果说我们要达到神奇次第、圆满次第的一个完整的修持的功德呢，就是在仪轨里面所讲的一切的功德，如实要得到的话，那需要达到如实的修持的一个标准。没有的话，那就是完全达不到，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说我们在整体的这个修持佛法的这个功德与消除业障的方面来说的，那也是一样的，多多少少都是有功德的。那就是业障来说的话，也是当然就是多多少少的有清净了、清楚了那这个很重要。自尊自论